大哥这次一定会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。他干什么大事我不管，我就是担心小风。哼，你俩天天担心小风爱小风，这追到手了，把人家又伤害了，你们这算什么呀？你懂什么呀？啊，是，我不懂。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告诉你，你和林佳妮的事，已经影响我们集团的生意了。啊，老爷子现在正在上火呢，分分钟不让我出来忙，一点私人时间都没有。你还有事没？没事，我走了啊。酒不错啊。大哥，哎，好。三弟，你找我来，有什么事？大哥，你到底遇到什么事儿了？鬓角都白成这个样子了，你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？没事，什么事情都没有。你支开了所有人，一定有你的苦衷啊！好，你不想说，我不逼你。你既然都知道了，干嘛还来问我？我从小到大，前呼后拥着一群狐朋狗友，可我从来没有一个真心朋友。自从我遇见你，我这心里觉得我特踏实，真的特别踏实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有你保护我。大哥，我不知道你遇到什么事情，但你如果还记得我这个三弟的话，请你记得一定要来找我，就算去杀天王老子，我都支持你，大哥。三弟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傻瓜！大哥，你总跟我说你是我的后盾，现在我只想跟你说，我就是你的退路。你的三弟永远支持你。姐姐，你不能再这么消沉下去了。你总是鼓励我们坚强自立，你也要坚强自立，好不好？你独立自强，心眼又好，坚强起来好不好？你要坚强起来。谢谢你，肖兆业。没想到现在是你来安慰我。芬妮，什么？你说现在确定要把我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了吗？谢谢你啊，芬妮。太好了，姐姐！恭喜姐姐，我们可以拍电视剧了。要拍电视剧，可不可以找我们几个来演小说中的小毛军啊？差不多吧。耶！那姐姐，我先忙了。嗯。
网络媒体作家冯峰小姐的小说《拐个皇帝回现代》已经被乐视网所买断，即将被拍成一部电视剧，成为乐视网今年的一部定制剧。小说的万千粉丝对此充满期待。那么现在签约仪式正式开始，有请孙总和冯峰小姐。大家掌声送给他们。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孙总、冯小姐，还有我们的合作方叶总一起合影留念。对冯峰爱得死去活来的。哎，我选的你呀，他是跨越1000年来的女子，他才是永远。谢谢，谢谢。冯小姐，我也是你的粉丝。芬妮，你能来，我真是太开心了。你开心我就开心啊。幸好有这本书，还能在你脸上看到笑容。谁让我是打不死的小强呢？你好，麻烦你好，需要什么帮助吗，把这束花先生？帮我转交给冯小姐。啊，好的。啊，对了，希望你的《拐个皇帝回现代》这本书大卖成功，好吗？谢谢，祝贺你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改天请你吃饭。没问题。打电话，拜拜。拜拜。冯小姐，有位先生让我把这束花交给你，说恭喜你。他人呢？哦，他刚走。李欢，李欢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头发怎么都白了呢？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是不是生病了？我带你去看医生。我没事，我只是不想见到你。你不想见我，为什么还要送花给我？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你没有告诉我？峰峰，你走吧。一个粉丝。姐姐，你开了一天的会，也累了吧？休息会儿，我让刘玉给你倒茶。走。肖兆业，陪我去办点事情。什么事儿？跟踪一个人。谁啊？剑颤动得很厉害，半夜都能听到砍杀声，值班人员都很害怕呀。这种现象，科学也无法解释啊。最近世界上海啸、陨石、天坑，各种异象频现，我想，肯定会有大事情发生。难改变。他虽然跟叶家分手了，但是心里还是喜欢他。也是。你说的也有那么点道理。其实我照顾冯峰完全是出于道义。像他这种性格，变化又这么大，真的很古怪，很不适合我。其实我早就应该放手了，强求是得不到幸福的，重新开始，这才是我要的。说的倒是挺潇洒，
我总感觉你有点言不由衷。芬妮，我们认识这么久了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哼，男人撒起谎来可比女人厉害多了，这一点我真见识过了。李欢，冯冯很单纯，太容易相信人。但是我不是小风。你想说什么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大家？老板，哎，结账。好的。好，97块。不用找了，哎，谢谢啊。姐姐，你在调查杨红七吗？别多问了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师傅，看这那辆车。在这等我。哦。
4月12日，这是我买给他的第11条白裙子。我答应过他，要给他最好的东西。谁让你来的？快走，玩点！我要把他带走。我来的时候你不在，我在的时候你没来，我怕你忘了回来，不记得我在。你就像天边的云彩，我无法将你拥入怀，陪你看的那片海已不复存在。却没留下任何可能，在前世擦肩而过真心的人，回忆还残存。我们缘定今生，情分确定在了前生，用痴心等待，何必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